皮膚嘅柔潤度啊、光澤度啊方面嘅話咧，咁呢個係由內而外而產生出嚟。咁素食嘅朋友點樣去吸收多啲嘅油脂咧？咁當然就係煮餸嘅時候會落返多啲健康嘅油啦，包括係一啲嘅椰子油啦、橄欖油啦，或者係牛油果油啦。同時間咧係食多啲嘅雞蛋啦、半生熟嘅烚蛋啊、煎蛋啊、炒蛋啊都可以嘅，因為雞蛋入邊咧係有豐富嘅呢個嘅油脂嘅成分喺入邊啦，脂肪質嘅成分喺入邊啦，咁所以咧都係我哋即係吸收油脂部分最好嘅一啲嘅方法或者一啲種類嚟嘅。